太嚣张了！你们这些车准备往哪儿销？嗨，这些车不是用来卖的。如果说你不查到这些车，那么在1个月之内，他们都会有完全合法的牌照。现在应该驰骋在全省的各条公路上，为国家的4个现代化建设出力了。你是说，他们都能拿到合法的牌照？所以说不心疼那是瞎话。跟你说白了吧，这里边只有6辆是属于我们龙腾集团，其他的你想知道吗？来，看看这个，看见了吗？有市政府的、市政协、市人大的，还有其他职能部门。今年市里财政上有困难，所以市政府要求我们给予帮助。你们勾结起来一块儿走私，这是什么话？贺老弟，将来不管在任何时候，我都会否认我刚才所说的一切。但是作为朋友，我认为你有权利知道真相。现在我要将这份资料全部删除。求你点事情。说，将来不管你是汇报还是立案，我希望这个案子当中的罪犯最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张峰。牺牲我一个张峰了结一起走私案，这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事实。你顾全了你的清白，天都市也维持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。我要是不答应你的要求的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向上级汇报这儿发生的一切。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不光你有生命危险，你女儿也会有。今天你休想活着走出这幢大楼，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打死你，然后我也死。我的遗书已经在我的上衣口袋里，人们会看到一个犯罪分子的绝望和忏悔，你会被追认为英雄，而这案子渐渐的会被人们遗忘。张峰太嚣张了！兄弟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这样做。你照顾好你女儿和你自己就可以了，但是我们得照顾好3万多名职工。我现在请求你为天都市留下龙腾集团，请求你为这3万多名职工留口饭吃，为所有被牵扯进来的人留条活路。你可以把我送进班房，送上刑场，但是我绝不能让你把龙腾集团搞垮，绝不能。贺清明意识到，他落入了一个用温情和暴力精心编织的陷阱。他清醒地知道，张峰绝对可以干出他所威胁的事情。清白廉政本来是贺清明为官做人的唯一标准，但当他真正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，这一切都在瞬间崩溃。张峰，你小子怎么来了啊？是不是又请我们来吃饭了？啊，局长啊，真是饭局局长啊！没有，我是跟贺老弟聊会儿天儿。行啊，吃饭你说到哪儿？小贺定，小贺定。
小贺啊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市委秘书长黄胜同志要代表市委一些领导同志来看望你。市委一些领导同志从电视上看到了你女儿的情况，特地委托他来看望你一下啊。老馆长找我离不开，还是让刘奎副馆长陪你去吧。啊。何清明对咱们的38辆车已经做出结论了，不予立案调查。我看刘振汉这下还找我什么茬儿？不过前面的工作确实是我的不利，这个您记下来。哎，谁工作没失误过呀？没关系，只要结果是好的行。但是还有件事情，就是您提到过的那个肖云柱，我想再留他2天，对我们还有点用。关键是雷雷那儿不好交代呀，他现在还在天都。没关系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以公事为主。不过别再拖气了。您放心，留不了他几天。我觉得你和我哥好像。怎么了，蕾蕾？我跟你哥哥挺好的。真的？那当然是真的了。蕾蕾，我怎么会骗你？其实什么也瞒不过我的眼睛。等你自己结婚了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嫂子，我哥来不来？你不了解，人家里人跟你哥哥见面都要提前打招呼。不过到底是妹妹呀，她给你找的这个工作间呢，是全市最棒的。走，我带你上去看看。蕾蕾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我觉得太大了。不大，你看你那些作品运回来以后都可以放在这儿啊。不，我想把它放到龙腾公司我哥办公室去。你可以试试，也许你哥哥会喜欢你这些作品呢。蕾蕾，你看你哥哥对你多好啊。嫂子，难道我哥对你不好吗？其实啊，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哥这个人。他呢，比较我行我素，又不太善于跟别人沟通，所以我们家里人都特别了解他，所以都让着他。蕾蕾，你错了，我怎么能不了解你哥哥呢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他的妻子。蕾蕾，你真的了解你哥哥吗？